各位乌克丽丽班的每一位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好。那祝大家端午节快乐。那在家里不知道有没有好好做一些练习呢？今天我们要一起再来学习一首歌曲，叫做《You Are My Sunshine》。我相信这首歌是应该蛮多人都蛮喜欢的一首歌。那特别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非常美的一个故事哈。下次有机会牧师再跟大家分享。那这首诗歌这首歌这首歌曲呢，它虽然是英文歌，可是它是一个蛮多老一辈的或者是非常年长的我们这些爸爸妈妈们那都有听过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它和弦非常简单，它特别用到了 C 和弦，还有 F 和弦，还有 G7 和弦，就3个和弦。那唯一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它的节奏形态那它的节奏形态在我们这个谱例上的右上角有一个参考指法。那我把它用放大的方式再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方式来观看那它特别的指法呢，特别的节奏呢，我们先用 C 和弦。那我们特别留意，它在谱例上，它上面有一个前面第一拍，它有叉叉2个叉叉，实际上它就是所谓的重音它是从第4弦到第2弦左右，实际上那是一个感觉它实际上它是有一点像是往外你在刷的时候就是往外就到第2弦这样就不会刷到第1弦了。那如果你是往下，像第2拍的前半拍蹦蹦加蹦蹦加蹦就变成1 2 1 2所以第2拍必须要整个刷下去需要注意就是这2个部分，第1拍前半拍跟后半拍，还有第2拍的后半拍，还有第3拍的前半拍后半拍跟第4拍的后半拍，都是属于第4弦到第2弦左右就是我刚刚说的往外弹那就是这是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的。那我们回到这个谱例上来看那我示范一次You are my sunshine, oh my sunshine。好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我刚刚说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So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So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好，这首歌曲4/4拍96的速度不用太快。那我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你不用先唱，但是你一定要能够先打拍子，1 2 3 4
You are my sun。前面你可能没有人唱，那或许你可以放着这个示范的影片，然后就去感受了哈。你可以1、2、3、4，先有一个拍子1、2、3、4。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先用现在手机非常方便，唱一次把它录下来，然后呢再回放，然后重新播放影片，你所录制的影片。然后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弹，那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影片，然后自己来弹奏它。等到你非常熟悉了弹奏方式也非常的自然，你也不用完全不用想，你只是看到和弦，你就可以弹奏出来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尝试看看，一边弹一边唱。那预祝大家能够做最好的练习跟弹奏。那这首歌曲它有一个非常美的故事。那他谈到有一个小男孩，那他因为生病，但是他家里有一个他的非常爱他的亲人的一个弟兄姐妹，然后他就是用这首歌曲唱给他的亲人听，然后后来他的亲人他就是得到了好转。那所以说这首歌曲非常的美 ，You are my sunshine。在这个疫情期间，那我们用这首歌曲。能够在我们心中我们非常清楚知道，上帝就是我们在内心当中最好的医治者，跟阳光，像阳光一样给我们温暖。预祝大家做非常好的练习，拜拜。